嗯这些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啊？我们得加把劲儿。妈妈，我们吃的和穿的为什么都变成这样了？唉，妈妈的乖儿子，姑母她不是大鹏寻乐，而是比老虎还厉害的魔女。我们母子3个人落入这个魔妇的手中，唉，被她折磨，被她虐待，痛苦啊！喂，兄弟，古人说得好，丈夫好，妻子就能干，羊毛柔软，涂了就好看。这话的确不错。要是没有一个能干的男人，家里的情况真是很糟糕的。原先米拉希尔将餐在世的时候，据说娘查噶尔坚是个有胆量又能干、会烹饪的人。现在看他怎么样？唉，真可怜，令人伤心啊！他们肯定是遭受了前世造下恶业的报应啊！妈尼玛逼呼！妈妈的2个乖孩子，现在我们不想个办法不行啊！现在叔父和姑母等所有的亲戚都在设宴款待大家，他们要把我们的财产拿走。妈妈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叔父和姑母那么凶，又没有良心，我们怎么样才能拿回自己的财产？真的很难的呀。如果财产拿不回来，我们也和以前一样受迫害吗？白达，妈妈再想想办法，别哭了，乖孩子，别哭了，来，别哭了。妈妈，你痒痒吗？这个好沉啊！赶快干吧，米拉，咱们快点干，干完就可以休息了。好的。这些放在什么位置？给我吧。妈妈，你要喝一点吗？不要了。走，我们去看看他要说什么。这2天觉得这儿挺平静的啊。我怎么觉得有事儿要发生？是吗？先去看看。有什么事儿吗？你看那些人都去干嘛了？在哪儿呢？你看，好几个呢。是吗？我看看。哎，真的哎。干嘛呢？还不少人呢。2月好，娘查噶尔坚请了村民来开会，商讨一下遗产的事宜。请2位也参加吧。我觉得就有事儿吗？走，瞅瞅去。去看看。我们来了。您好，您好。哎呦，我们都到了。好，我就坐这儿吧。来坐。请各位就坐。还不错嘛。也不知道他要开什么会。究竟要干什么呀？好，谢谢。您好，您请哦。谢谢。布置的还挺漂亮的。您来了。哎呦，您来了。哎呦，够丰盛的呀。您请坐。那就坐这儿。
哎，您坐这儿吧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来，先倒点水喝。给您倒点。对了，俗话说，生孩子要取名字，敬酒要讲理由。我丈夫昔日将餐临走的时候所写的遗嘱，请叔父、姑母等在座的诸位都听听。来，给我看看。好。米拉昔日将餐临终时立下的遗嘱是这样的。我的这个病没有医好的希望啊。可是我的这个儿子还很小，我要拜托你孩子的叔父、姑母和所有的亲戚们呐。我家的山沟里有马、牛、羊，在坝上有马三角地的肥沃土地，楼下畜棚中有牛、羊和驴，楼上房屋里有金、银、铜、铁以及铺路、绸子等衣物。总之，我没有完全能自足而不用羡慕别人的财产。从这些财产中，用一部分为我办后事，其余的嘱托你们在座的各位请暂管，直到我儿子能成家时为止。因为我这个儿子从小就和泽瑟定下了亲事，到我儿子能成家的时候，就把姑娘迎娶过来，再把财产全部归还给他们，让儿子继承父业。在这以前，就完全靠叔父、姑母、各位亲戚照顾，不要让他们吃苦。我死后会从墓穴中看着他。